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中市推动着集团城市，为2018年到2021年，电动机车的数量为本地2万多台，成长到61800多台，成长率是6都第一。国产机车看好着台中的市场，甲百货商场来合作，甲第500座的换电站，都安伫个台中火车头前。 来到充电站提出机车的电池，准备要交换，较无30秒就完成啊！国产机车推出新款的电动机车，除了找真个车友来坐镇，嘛宣布要甲百货商城合作，伫车头前要设第500座的换电站。因为毕竟你这种电动车，你就是要有多的充电站，那他就是大家会选择性会比较想要买这种车，然后你就走到哪里就可以充到哪里。 推动集团城市伫市政府中央拢有补助之下，台中市电动机车成长是6都第一，已经是增加到61800几台，继续咧增加。国产机车大动作伫台中设这个换电站，方便民众换电池。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骑行里面，能够可能在附近顺路就会经过换电站，那其实换电站也是很方便。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。 业者表示讲，国产的电动机车一粒电池会使走90公里。未来换电站的设立会以超商也是5、6场所为主，鼓励民众换买电动机车，打造集团的家园。